已經用佇國內東的灣台灣中橫區，總算有新的發展方向。目前已經由民間廠商投入規劃經營，未來將設置微型海參館等設施，轉型做安平海洋文化園區。這部分主要是透過一些海洋的一個生物、海洋教育，還有一些所謂親子的一個體驗，還有文創等等。議會建設委員會前往園區會勘，細緻了解園區整體規劃甲施工進度，除了肯定活化方向，也建議市府未來會當朝向大型海洋生態展示空間發展，提升展覽規模甲內容，打造安平新的觀光亮點，進一步吸引更多國內外旅客。這個也是讓地方都充滿期待大家也都很關心這個整體未來的呈現的一個樣貌一個大致上的一個期程周邊都是海嘛，那而且在安平這個地方又更具有一些文化，要求相關單位在他們規劃的過程中，我們針對學校如何去結合把未來把我們台南市的學子能夠帶到這個地方來。安平海洋文化園區將整合海洋文化展示、生態教育、親子活動等多元功能，規劃透過知識展覽甲浸水式體驗，推廣海洋保育以及永續理念。園區有計佇咧明年6月份完工，後半年正式開放營運，替安平擱添一處兼具教育、觀光甲休閒價值的新地標。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